前嗰排中美喺黃海嘅一個少少嘅一個事件呢，其實只不過係對仗啊，就好似上年嘅小紅書咁樣，中美對仗。都是早苗，他最近做了一些動作。上年嘅小紅書就美國佬探咗下我哋嘅底，我哋中國都探咗美國嘅水，即係試咗下美國嗰邊嘅水。咁你好似近排嘅黃海都係啊嘛，中美之間喺軍事嘅角度嚟講，互相試水。安保文件接下來要做修正嘛？Hello，我係 Nicholas。咁我咪嚟講，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內新聞又得，國際新聞都得咧。就係近排就係關於網上熱議嘅，無論係政論界或者係有關注軍事嘅都知道咧，就中美喺黃海之間咧就疑似有少少摩擦嘅。咁關於呢個議題，我就簡單啲評翻少少咧。即係其實咧，呢啲事件過往一直咁多年嚟都有發生嘅啦。喺過往呢幾廿年嚟，我哋中國軍事實力仲未比較充沛，軍事科技都喺度努力發展緊。嗰陣時，我哋成日都俾美國佬蝦㗎啦。常年嘅呢啲係常態嚟嘅，只不過我哋而家中國嘅一個軍事實力上咗嚟，咁慢慢起碼有啲嘢揸拿啫嘛。咁講翻呢個黃海嘅呢個事件呢，其實就我哋有班睇嘅就係上年啦，上年就係小紅書。咪有中美之間，中國同美國嘅老百姓，大家做過一次對仗嘅，就係關於中國我哋呢邊嘅老百姓同美國嗰邊嘅老百姓，關於雙方嘅一個生活形態，大家點樣即係兩個國家之間係平時係點樣過生活嘅，或者各種各樣嗰啲嘢呢，就做咗一次深入嘅對象啊。嗰單度其實有版睇嘅呢，美國佬就探咗下我哋嘅底，咁我哋中國都試咗下水嘅，咁好事嚟嘅，起碼認清咗啲嘢係，即係喺意識形態或者係相關嘅一個你可以話係言論自由呢，或者係各種各樣嘅嘢嚟講呢，大家都開始心水清係。咁你好似就呢近排呢，以啱先個例子為例咁樣。黃海近排發生嘅事情都係大家對一對仗，美國佬探一探我哋嘅底，我哋中國都試一試水。美國佬點解要探底呢？因為就係佢要嚟訪華啊嘛。所以嚟講就睇下你以黃海為一個切入點，睇下如果去到台海嘅問題嚟講，我哋中國嘅底線去到邊？咁我哋中國都試一試水，就係你美國佬你會去到幾盡，就咁樣啫嘛。但係呢啲通常都係象徵式嘅啫，因為 Donald Trump 佢而家唔會搞得太大陣仗喺亞太地區，尤其是唔會話太敢得罪我哋中國，係因為而家美國立亂嗰邊係關於美國嗰方面嘅近排都好多事情要傾，我之後會再出片。只不過係關於黃海嘅呢個近排中美之間喺軍事上嘅大家比較熱議嘅，我發表個人嘅結論啦，係。所以多個就唔講啦，小叔監察識差嘅，我同埋啲歡迎加入我組織。呢期先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